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，起初先推我兩次坐我氣焰都正常，再約便說好以禮數換你獎賞，找一間小店吃飯，浪漫大戲開場，於燭光跟笑意裏談談童年提及理想，吃到是認真，靜靜還願意打烊。飯後未倦嗎？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，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上靈魂對話，怎知道霎眼就談到赤柱了，錯過了你我的家。能像個書生錯約佳人，疑跌滿心扉，不過未走近，多想一見即吻，但覺相襯，何妨從夏到秋漫步間，明月靜偷窺這對璧人，何用太心急一晚留低在是這古典小說裏優雅的情感情緣，待身份才獻吻，不急於一晚散盡10萬夜那溫柔，一針針跟你刺繡年華悠悠，怎會悶透？放世上燈紅樓，仍攜着你手。初邂逅，我喜歡雙雙漫步在霧裏。